后来搁来要来讲这鸡卵，讲这20年来，就是即摆鸡卵上贵。过年前的挂价一斤已经爱43块，过年后搁起2块，一斤爱45块。啊，若迄种10粒装的鸡卵，上便宜的10粒爱52块，上贵的10粒都爱187块。两相公可能都要等到过元宵了后，这个价小才会慢慢搁回转来。两价起无停，过年了后，批发价一斤来到45块，比年前又搁起2块，创下20档来新高。批发价直接反映到市售的这鸭肉装鸡卵，市场上只鸡卵咧上俗的是10粒52块，上贵的是12粒187块，等于1粒就爱15块半，只是买起无悬。这低价位甲中价位的鸡卵目前上抢市，鸭肉50几块的一张价就被抢完啦。47块10颗算便宜吗？好了，之前75。两价这么贵，消费者叫苦连天。两商嘛表示，受到去年禽流感甲水灾影响，两价数量减少，地区产量下降，加上年节需求量大，两价才会起。南淡北运啊，到这边来，大家分配一下。过年过，它的新机都已经就开始陆续生出来了。大概元宵节啊，休息以后，那个都产量如果出来的话，我们再来调节价钱。目前南部两价批发价是40块，政府是采取南部的两北送的方式，暂时稳调两价。民众伫元宵节过了后，才有可能会当食到较俗的鸡卵啊。